好，今日要帶大家認識 F1 唯一一隊美國嘅車隊 Haas。呢隊嚟自 North Carolina 嘅車隊，代表住美國重返 F1 嘅夢想。佢哋嘅故事充滿咗美式創新精神。Haas 車隊成立於2016年，由美國商人 Gene Haas 創立。呢隊係30年嚟第一隊美國 F1 車隊。雖然起步比較遲，同 Ferrari 建立技術合作關係，用最少嘅投資獲得最大嘅競爭力。呢種美式商業思維喺 F1 傳統豪門中顯得格外特別。雖然創立時間比較短，但佢哋都有屬於自己嘅車手同故事。法國車手 Romain Grosjean 喺呢度度過咗職業生涯嘅重要時光。20年巴林大獎賽嘅大火事故中奇蹟般生還，展示咗車手嘅勇氣。丹麥車手 Kevin Magnussen 以出色嘅速度同戰鬥精神贏得咗車迷嘅喜愛。舒密加之子 Mike Schumacher 亦曾經喺呢度追尋父親嘅足跡。作為 F1 最細嘅車隊之一，Haas 面臨嘅挑戰係非常巨大。有限嘅預算令佢哋必須精打細算，同 Ferrari 嘅技術合作係生存嘅關鍵。2025年新嘅車手陣容需要時間磨合，而26年新規則對小車隊嚟講係挑戰，亦係機遇。Haas 可唔可以喺當中揾到自己嘅位置？分享你嘅睇法。